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伫上帝急得要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，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，我心中吩咐你，着传道理，无论着时无着时，拢着坚持去传，着用最大的耐心教导来劝勉、督责甲鼓励，因为时机得要到。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，反倒趁家己的私欲，一个搁一个聘请先师来满足耳孔上爱听、介意听的教示，因耳孔毋听真理，颠倒爱听无影热的传说。你凡事着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者的工作，尽力做上帝采用的本分。当我牺牲家己献予上帝的时到啦。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，着争拼的我已经拼了，着跑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，着执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。义的法官现在已经甲我准备好势，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，毋但互我，嘛要互拢总寻无伊显现的人。你着从所话赶紧来我遮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世。已经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，吉列斯嘛已经去加勒泰，提多去达马泰，只有路加甲我做伙伫遮。你着去带马可甲你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工作真有帮衬。我已经派崔基古去以弗所，我伫特罗亚的时留伫加布因兜迄领外衫，你要来的时着带来，嘛着带遐的册来。特别是遐羊皮的册，拍档师傅亚历山大甲我害甲真惨，主会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应。你家己嘛着提防，因为伊极力反对阮所传的信息。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无人伫身边帮助我，大家拢甲我放杀。愿即个罪无归伫因，毋过主有徛伫我身边，互我有气力通充分报扬信息。互所有的外邦人拢听见，最后我有对师的喙受救出。主为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，嘛为救我进入伊天理的国度。愿荣光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替我甲伯基拉、阿古拉、甲俄利西弗全家请安。伊拉多继续踮伫哥林多，摕了飞毛破病，我甲伊留伫米利多。你着从所话伫当天以前来，尤保罗、布甸、利罗、格罗迪亚，甲众兄弟姊妹，拢要甲你请安。愿主甲你的神同在，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同在。